继续关心咱台湾和捷克两国的关系，即马是愈来愈密、愈来愈好。捷克当年伫7月份的时，因拢会举办中欧作家的阅读会，这是中东欧上大的文学活动，是对2000年开始办到大，大概拢是一期1个月。今年咱台湾是这个活动的主题国，嘛是头一届互捷克来做是主题国的亚洲国家。伫这个月有31个台湾作家，讲拢会伫捷克分享因的文学作品。第25届中欧作家阅读会7月开始，台湾受邀请赞助今年主题国，是第一个互捷克列为主题国的亚洲国家。Protože Tajvan je země, o které se v Česku hodně mluví, nejenom v Česku, ale v celé střední Evropě. Možná o té zemi zase tolik nevíme, je dobré se o ní hodně dozvědět. Takže Tajvan je zdánlivě exotická země, ale jak se ukazuje, tak témata, lidé, knihy, autoři jsou nám bližší, než se může na první pohled dát. 为7月开始，有31个无同款世代、性别、族群加写作类型的台湾作家，会到捷克加斯洛伐克演讲，包含有李昂、陈树宏、吴明义、廖鸿基、向阳、陈雪等有名作家。很多时候，因为台湾过去的不被重视很少有机会能够受到比较多的注视。我们通常是那个人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，然后被冷落的。所以这一次捷克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做这么大的活动，老实说，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，哇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这其实是很政治的决定，因为在欧洲的各式各样、大大小小的文学节，主题国要选台湾这件事情，一定是没有发生过吧。这几年，台湾甲捷克文学交流密切，亲像今年布拉格国际册展甲台北国际册展，拢邀请台湾甲捷克作家来分享作品。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，捷克布拉格报道。